马家兄弟大哥恩生亲自为展翼少年示范投球姿势，二哥恩家则是调整打姿，专注认真的态度，就像是专业级教练。但其实他们分别是在资讯业及媒体业工作，而当初会到展翼少年棒垒队教球，也是因为社会局督导杨一宏的一句话。当初是社会局有一个督导，然后他只问我一句话，就是说你有没有兴趣教球？就只因为这样，然后我就一开始带着恩凯去到那个一个室内练习场，算跟家福球队第一次接触。然后因为应该是说我们有打媒体队垒球赛嘛，所以那个社会局的督导知道我们好像在棒垒球上有一些研究跟兴趣啊，因为刚好家福的球队前一任教练可能已经到了，要离开了，所以找到我们这边说能不能来帮忙这样子。其实马家过去因为父亲做生意不顺利，加上大哥恩生得过一场重病，家中经济一度陷入困境。好在当时有亲友的帮忙以及信仰的力量，让他们渐渐度过难关。也因为善的循环，让三兄弟更懂得感恩，想尽一切能力帮助他人。本身的家庭的观念、家庭的信仰，会导致说我们会去关注到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不管是他在社会底层，还是说他本身就是其实他本身原本好好的，可是遇到什么事情，他可能刚好在他的低潮，那你可以去帮助他，不管是陪伴还是说实质的物质给他的时候，我们可以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去协助他们。我们家之前也受过人家帮助，然后当然不是状况很差，就是不是说请社福机构帮助，是亲朋好友可能知道说，你们家这段时间可能不好过啊，有3个小孩要抚养干嘛，他们会物质非物质的给予一些帮助。然后一开始我们当然不懂事嘛，因为都爸妈在承受这些善意，可是渐渐的稍微有一些理解之后，你也会知道这些善意他们的不求回报，我觉得是希望我以后有能力，不管在哪个面向，我或多或少我也可以把这份善意传给需要接受善意的人。也许是因为来自充满爱的大家庭，三兄弟教球时不重分数，反而更重视团队精神以及品格教育，为的就是希望带给小朋友正面影响。教他们多会打球是其次，可是因为棒球团队运动，然后在他们的生活也是团体，怎么样让他们知道说，我为什么到现在有这样的个性，这样的算好人的样子，是因为什么样的条件造成？我想把这些观念教给他们啊。其实来这边应该2-3年，超过看到他们一直，我可能来到这边到现在还待在这边的球员，看到他们的成长。我觉得算是一开始没想到的意外的结果，可是也是会蛮开心的这样。三弟恩凯目前在北部上班，赶不上这次的练球，但2位哥哥怎会让他缺席这次的采访？特别为他制作了一块人形立牌代表出席，从这也能看出三兄弟们的好感情及媒体人的十足创意。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